个天气真寒，有袂少民众会用捂烧袋啊，或者是暖包，还有咧困的时阵会用电毯。皮肤科的医师来提醒，若是用这个产品，这温度控制伫个30度到40度，都已经真温暖咯。这温度是千万唔通调伤悬，因为长时间落来，可能会来烫伤。尤其是有糖尿病，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个乡亲，神经的知觉较钝，爱特别注意温度，唔通去烫着伤。台中这位护林人骹头捂，看一个捂烧的袋啊，就捂就是2点钟，想袂到红肿，还佫起水泡。这天气一冷，袂少民众拢会选择用这捂烧的袋啊，或者是电毯这个产品。不过皮肤科医师讲，无注意温度甲时间，长时间使用容易造成烫伤。一开始的时候的话，你会觉得它温度不够高，把温度调到最高的时候的话，觉得这样热的比较快。应该是等10到20分钟，确定那个温度对你是适合的，然后才真正进入到梦乡。医师讲，咧困使用电毯，这温度控制伫个30-40度，就已经够烧啊。特别是糖尿病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，伊的反应会比较慢钝，爱更加小心控制温度，铺一条面巾，会避免烫伤。一开始的时候的话，人还有知觉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说哦还 OK， 可是他等到他整个穿衣服，然后整个被子盖上去，那个暖包的温度可以上升到50到60度。皮肤表面出现红疹，或者是擦痒痒的感觉，可能就是轻微烫伤，严重造成2度的烫伤，皮肤开始起水泡，这时就要赶紧看医生。提醒民众用捂烧的产品，也是要注意温度，才袂造成伤害。